哎，你说这能保得住吗？玄，我儿子这么没的，你不是没媳妇儿吗？我没说过有。这夫人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盼了这么个孩子，就这么摔了一跤，没了。哎，你说这小侯爷是不是命里注定无后啊？玄，我看你们俩过来。哎，钱管家，瞎说什么呢？瞎说什么呀？马喂了吗？喂了。那院子一定扫了。大门也擦了，连门梁柱子都擦了。就连那门口的狮子，咱们也擦了。那你们二位啊，到胡家房那领饷，明天回家种地去。哎，钱管家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活都干完了，还要你们干什么呀？小侯爷，这大人是保住，可这孩子，这是何意？哎，这是何意呀？天不仁兮，降乱；地不仁兮，使我逢此时啊！夫君，夫人，你醒了。二女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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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样？就是浑身没力气。夫君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大夫说，只要细心调养，慢慢就会好的。夫君，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呢？儿女，我的孩子呢？夫人，孩子，孩子，都怪那个该死的高丽女人。小蝶，你说，我的孩子呢？夫人，孩子没了。我的孩子！大夫人太可怜了。哎，等，回来！你俩这是又闹哪出啊？嗨，钱管家不让干喽。为什么呀？这得罪谁了？谁也没得罪，就是活干的太多了。这是哪论理去啊？这还能骗你？咱俩喂了马，喂了鸡，擦了门，扫了地，该干的活咱们都干了。这不，刚靠边上聊会儿天，钱管家嫌咱俩碍眼，让咱俩领赏走人喽。真的假的呀？这还能骗你？在这大户人家干活，不能太实诚，干活收着点。有点道理啊。不对，人家钱叔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们俩是不是说什么让人家钱叔听见了？哎，只也没说什么，就说小侯爷命中注定无后。别不信，哎，我可给你们分析分析。分析什么？滚蛋吧你！滚蛋你！滚蛋！夫君，你家夫人。我听说夫人她
啊，那夫人身子没事儿，就是精气神儿得好好养养。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谁知道啊，摔了一跤就摔成这样。哎，你这肚子可得小心啊。现在才想起本宫来，我还以为你把本宫跟着肚子里的孩子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呢。哪能啊？忘了吃喝拉撒也不能忘了你啊！真的？真的，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，看书还是写字，就连上茅厕，我一使劲儿都能想到你。有你这么比喻的吗？公主恕罪。夫君，我知道你是强打着精神逗我开心，我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不放心你过来看看。有些事儿你也别想多了，就当做是天意吧。这段时间我就不来打扰了，你好好陪陪你家夫人。唉，这2天我这心情烦得很，估计也是这肚子里的孩子闹的。我就去这别院小住一段日子，待你夫人的情绪稳定稳定。我一定去看你。好，那你保重，我就先走了。夫人，喝汤。夫君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来趁热喝啊，人参鸡汤。夫人，我已经替你教训那个达来了，不过夫君说再教训的话要背着别人。哎，喝汤喝汤。还是夫君想的周全。夫人，等你能起来了，我们再一起去教训他，踹他2脚，揍他2拳，就当是给你恢复体力了。夫人，你端着喝啊，慢点。不是你这丫头都跟哪儿学的呀？啊，你是流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夫人小产，错不在下人，不要乱冤枉人啊！夫君，夫人小产与我无关啊！你怎么神经兮兮的？我没说跟你有关啊。夫君的意思是在怪妾身吗？不是你俩到底是怎么了？疑神疑鬼的，跟谁都没关，我谁都不怪啊！你喝汤，喝你的汤。哦，凉了。那我再盛一碗热乎的啊。二女，一会儿你也喝汤，多喝汤，少说话。夫人，怎么了？二女，夫君是不是在怪我？我看不像。我看夫君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定是在怪我。根据我的观察呢，我倒觉得夫君的意思是追本溯源，夫人小产一定是另有罪魁祸首。另有罪魁？谁啊？是谁？反正不是踢翻水桶的那个人。踢翻水桶？二女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夫人好好的在自家院子里散步，怎么会不小心就摔了一跤呢？一定是有人让夫人分了神，所以才出此意外的。云家丫头？对，就是那个云家丫头。夫君一定是早就知道了，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哦，所以夫君阻止我惩罚下人。这样说来，一切都说通了。还是夫君深谋远虑，洞悉一切。夫人，咱们可不能咽这口气啊！你说怎么办啊？去，把胡先生给我叫来。嗯。